知道吗？台湾有一座离岛被珊瑚包覆着，98%的覆盖率，环岛一圈仅有8公里。他们的建筑用珊瑚堆砌而成，他们捕鱼生活，也照顾环境永续。它是澎湖的将军澳屿，我也称它为珊瑚之岛。他们早期盖的就是用这种最早期的他们的房子啊，围墙都是用这种珊瑚石，直接拼起来，然后一个一个，然后用那个水泥，然后把它盖起来，然后后来才慢慢变成闽南建筑。等一下我们要去第3间，它就是闽南建筑在台湾的历史上留下来，一直到现在的建筑。哇，这个就是因为整座岛屿都是被珊瑚包覆嘛。对，啊，你他们就利用珊瑚最多，利用珊瑚死掉以后，死掉的，然后居民就拿来盖。下午没事啊，天气允许，其实可以自己他们的房子里面这样绕，然后看到他们渔民就会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然后就捕着他们的网，然后还有更早的建筑。但这种就是来的时候来自己体验，对，这更棒啊，真的很棒。这个就是这个，哇，这个就更古老，你看这个真的，这全部都是珊瑚了，这都珊瑚了，没有？这个就是没有整修啊，这原始保留，就是更早的，比闽南建筑更早的，而且这是用沙子哎，对，好用他们当地的沙子这样盖的海沙房，这也不算啊，这么多年都没有侵蚀。海沙房是它，你去戳它，它会慢慢呼嘛。它也没有，它不会，所以它技术很强哎。对，真的很坚固的。You're my sunshine, you're my best times, you're my anomaly, and I'd choose you in 100 lifetimes. I'd choose you in 100 worlds. I'd find you, and I'd say I d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all that I have, I do, and I will when the sky is falling. I promise you I'm all in, no turning back. You, 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wedding. This is etched into eternity. With our union, we will move mountains. We will live on our knees. 'Cause he'd choose us in 100 lifetimes. He'd choose us in we choose you. Look into my eyes, dear. 将军澳屿这个地方呢，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陌生。其实我对澎湖是完全的陌生，我连澎湖都没有去过，马公那边没有去过，万安也没有去过，什么南方四岛，那都不用讲，通通没有去过。然后来到这个将军澳屿呢，它是属于台湾的离岛的离岛的离岛，就是台湾澎湖万安乡里面的这个将军澳屿。然后真的是离岛中的离岛。如果你们很喜欢兰屿那一种，就是很悠闲的感觉，那这边你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没有人，基本上这点就已经赢非常非常多了。这个真的是我目前去过台湾最秘境的一个地方，就是这里将军澳屿，希望你们会喜欢。